大鑊，美股西冧點算好？一齊嚟睇下你屬於以下邊一個情況呢？如果我係呢個情況，理性地又應該點做呢？第一個情況就係我連 app 都唔敢開啊，夜晚睇住美股跌，瞓都瞓得唔安樂。咁個原因好簡單嘅啫，過去2年賺錢賺得太安逸啦，你完全忽視咗投資入邊最重要嗰2個字：風險。我喺呢個情況嘅話，第一步我會好好記住呢個感覺。你拍片又好，cap 圖又好，寫日記都好，唔好俾自己1個禮拜、1個月、1年之後唔記得咗呢個感覺。第二步，理性嘅我會考慮2個做法。第一個，忍痛將所有嘢掉晒去清倉，原因好簡單嘅啫，因為你唔知道自己做緊啲咩啦呢刻，所以 cut 晒佢，再諗過。不過世事又邊有咁理性㗎？所以折衷嘅話，我會考慮第2個做法，就係乜都唔做，保持耐性。我哋假設美股長久幾十年都係向上嘅趨勢，咁所以假如時日你都可以打返個和嘅，只不過唔知道要等幾耐啦。歷史上快嘅幾個月，慢嘅可能2年，甚至再慢啲嘅5、6年都仲得。第3步，唔好逃避，接受自己做錯啦。其實做錯喺投資入邊好似食生菜咁嘅咋。投資叻嘅話，3-4成勝率嘅啫，咁即係話有6-7成嘅時間我哋係會做錯，只不過做錯嘅時候我哋認知自己做錯，識得去做調整，識得知道下一步做啲咩呢？所以認錯，揾翻個錯出嚟先係呢刻要做嘅嘢。你唔識嘅話，咁可以 DM 我哋傾下偈又得啫。最後一步就係將你所有嘅偏見掉低佢啦，放翻慢你個人，唔好急啦。呢刻重新正正經經咁樣學翻乜嘢係投資，點樣做投資呢？個倉大起大落咁樣係做唔到投資噶。我嘅投資補習班一路都長存嘅，正正經經咁樣輔導大家1年嘅學習過程。OK， 你話決心未夠大喎，唔緊要，我都係有免費嘅試堂噶。咁所以係睇你想唔想開始嘅啫，係睇你想唔想重新嚟過嘅啫。好啦，可能你冇咁誇張，不過第2個情況會唔會係你嘅情況呢？覺得個心有少少痛啊，好似穿咗個窿咁，然後唔希望再有任何下跌啦。唔使煩，呢一步嘅你其實同上一步冇咩分別嘅啫。所以如果我係你呢個情況嘅話呢，聽翻啱啱講嗰啲嘢就夠啦。好啦，第3個情況再好少少啦，就係覺得有啲痛啊，但係都仲接受到。如果我係呢個情況呢，好似唔係好嚴重喎，但係其實係最容易鬆懈噶，所以第一步要做嘅係千祈唔好大意，唔好偷懶。今日發生嘅嘢咧，發生咗啦，我哋要做嘅係準備將來，諗多少少啊。如果現時呢個位置跌多10%、20%，你係咪仲係？如果 OK 嘅話咧，咁唔錯嘅，你嘅風險控制應該做得幾好。但係如果唔 OK 啊，跌多10%、20%，你咪有功課要做咯。第4個情況再好少少啦，就係倉就有啲影響啦，但係心理上其實已經一早準備咗今日呢個情況，再多嘅下跌仍然可以接受到。去到呢個情況，按照之前嘅投票結果呢，其實應該寥寥可數嘅。不過值得稱讚嘅你哋，因為你哋係有做好充足準備，你先會有今時今日呢一個安穩嘅結果。但係學 Big Short 呢套電影話齋，Don't fucking dance。我哋仍然要為下一步做好打算。如果你係手持現金嘅，你有冇將呢啲現金掉去 T-bill 做現金管理收下息呢？如果你話想捕捉呢個大環境，咁跟住個路向係點啊？係咪繼續咁樣行，繼續衰退落去呢？定係可能會有個轉向呢？我哋要繼續做準備啦。如果係呢個情況嘅話，第5個心理狀態就係你已經係一個超界啦，你成個倉升緊，但係第一步都係嗰句啦，Don't fucking dance。第2步你要做嘅就係諗一諗一個問題，到底只係咁啱好彩啊，定係所有事情都喺計劃嘅當中執行緊呢？所以好似上一個情況咁啦，其實我哋仍然都係要繼續做好個 plan。咁可能你會好奇就係究竟我係乜嘢情況呢？如果有睇下 C 區，又或者最近有上咗免費網課，又或者一直有上過堂嘅你，應該大概會知我嘅情況。咁我而家係個超街嚟嘅，其實呢啲嘢我由年頭講到而家噶啦。你多少呢1-2個月如果有睇下嘅話，應該會思考下點解有條友不斷喺度講啲咁嘅嘢呢？不過我又邊有咁神啦？成個轉變做咗一半嘅啫，
所以最近我個倉都唔係真係大升，只係微升啦。所以都係嗰句啦，Don't fucking dance。我呢刻會諗嘅咪就係下一步咯。下一步如果個市彈翻起嚟啦，咁係轉向啦，定係一個機會俾我繼續去執行我嗰個轉變 transition 呢？我會繼續做呢啲準備咯。咁條片其實係快快幫大家喺唔同嘅情況理性咁樣諗一諗個方向可以點做呢？如果心水清嘅，你應該會見到，無論邊一個情況都好，有一樣嘢要做嘅就係做準備。投資唔係一個動作撳個掣就算啦，係一個過程嚟嘅。如果有上過之前免費課堂又好，最近嘅網課又好，上緊補習班嘅又好，應該都知道我不嬲將投資濃縮咗成為一個4部曲：觀察、分析、做決定、執行。我最近成日口中所講嘅 hold until something break 就係呢個過程最後得出嘅結果。我只係按照呢一個情況不斷喺度執行啫。所以最後一句，投資係講求時時刻刻都做好準備。有啲嘢變化嘅時候，我哋識得做反應，而唔係坐喺度開開心心好安逸。當有啲嘢變化嘅時候，乜都唔識搞，情緒做主導，亂諗嘢。最後唔好唔記得幫我呢條片撳個 like 喎，同時唔好咁獨食啊，分享俾身邊嘅朋友，等佢哋都知道點樣做好啊。最後如果真係唔知道做乜好啦，DM 我尋求下意見，傾下偈都好啊。如果你真係整理好思緒，下定好決心，重新開始嘅話，可以 DM 我，直接揾我了解投資補習班。